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咱即马来做伙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92首，圣在，圣在，圣在。圣诗292首，圣在，圣在，请起立。请咱同心用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救阮脱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们。咱继续用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上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再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27篇。也是诗篇113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7篇，由我来刻，正兄做来印。要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合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者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未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大声着称赞上主。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带领，互阮这个受阮的囝儿，会通伫你的引带下面。经过逐款的路径，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而落你。亲爱的主耶稣，阮无论拄着顺境，还是恶担当的事离开你、得罪你，拢求你施恩保守、赦免阮，
互阮会通倚靠你，得到及时的帮赞甲平安喜乐。过去2年外来，全世界各所在拢受到 COVID-19 肺炎的影响，疫情有时好，有时歹。人类虽然用各种方法，也是无法度完全脱离病毒的威胁。互阮有机会通反省明白人的卑微甲有限，求你保守阮，互最近各变严重的疫情会通紧紧过去，互阮会通过正常的生活，常常自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阮也要为着阮国家的安全前途祈祷，求你互执政者有聪明智慧，带阮全民会使团结做伙，行出和平公义的道路。特别求你互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会通紧紧煞进入世界和平。阮也要为着要来的国外节，甲庆祝阮教会设教70周年的各项事工准备活动，献上感谢，求你保守带领。阮中间有软弱的，拄着试炼、恶担当的，身体欠安，还是因为其他俗事颠破，无法度来到你的面前的兄弟祈祷，求你纪念扶持因，赐圣神甲因同在的力量，互因会通平安喜乐。今日的敬拜，求圣神临到阮中间，互张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搁较明白你的旨意，真侪阮一样的准进。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只是要请圣乐队用黑暗的曲声玛尼园来带领咱学乐上帝。
圣经，咱来看两位圣经，记载伫新约福音、路加福音第2章34节到35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34节到35节。第面甲因祝福，佮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即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侪侪人跋倒，侪侪人起来，也做受辩驳的记号。佮你家己的心也要有钱有俭插头家，互侪侪人心内的念头会露出。咱搁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7节。徛伫耶稣十字架边有伊的老母甲伊的老母的姊妹，革流巴的某玛利亚甲马大粒的玛利亚。耶稣看见老母甲所听的学生徛伫边头，就对老母讲：“老母啊，看你的囝。”佮对学生讲：“看你的老母。”对迄时，迄个学生直接移到家己的家。正道，咱今日要请张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心被插头”。咱搁再一摆三甲来感谢。特别来到你的面前，阮向你来献上阮的感谢。伫这大灾这期的中间，主，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阮，甲主耶稣基督同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恳求你的圣神来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伫十字架下面看到你宝贵的救赎。主，愿下面的时间，你的神来引带阮进入你的苦难的内底。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真爱的一个牧师报道家吼，伊叫做穆迪吼。咱若去看穆迪的故事吼，有足侪伊出足侪迄个真好的即个名言啦吼。伊就捌讲过，伊讲哦，你若是要真正认捌上帝的疼，就必须来挖掘各个他。我搁讲一遍哦，你若是要真正认捌上帝的疼，你就必须来挖掘各个他。这礼拜咱进入大灾节期的第5主日咱伫传统伫这个期间呢，咱会用圣经用祈祷的心。来一步一步，甲主耶稣基督进入迄个受苦的苦难的内底。今日下早，咱若要对着即个报道家穆迪的邀请，甲主耶稣基督的即个老母玛利亚同齐来到各个他的下面，听到耶稣伫个死之前对玛利亚所讲的话。耶稣对玛利亚讲：“母亲，看你的囝。”佮对于迄个上疼的学生讲：“看你的母亲啦。”咱是毋是已经备办好，来正做主耶稣基督所疼迄个门徒，来陪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来面对主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迄个受难的时阵呢？当耶稣降生了后，伊的父母将伊带到圣殿来献祭。有一个人，带咱的思维有读吼，名叫西面。圣经讲，这个人佮公义佮虔诚，伊素来是望以色列的安慰的来教，佮有圣神伫伊的心上。圣神感动伊进入圣殿内底，伊看到玛利亚，就对伊讲。这个囡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人中间侪侪人跋倒，侪侪人起来，也做受辩驳的记号啊。毋过呢，上重要就是这句：，佮你家己的心也要有钱来插头过，互侪侪人心内的念头会显露出来。我想，若是要用一句话来描写
这个玛利亚的一生哦，我认为上深刻的一句话，都是西面所讲的：你家己的心也要有钱来插头过。有一个钱，有一个刀，放伫这个玛利亚的心。啊！你即摆咱拢知，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上，拢有上帝所交托咱的真宝贵的一个使命。若是一个做老母的，当伊怀孕的时阵，对伊这个囡仔未来已经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望。不过，伊也听着讲，这个囡仔后摆要带互你，拿手刀来插头你的心的时阵。我唔知影，大家会作何感想？你敢会亲像玛利亚同款，有缘顺服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啊！咱今日咱来看玛利亚的顺服，互伊付出偌大的代价。第一个，咱看到这个刀是一个惊吓侮辱的见效的刀。咱也看到这个所有的民话吼，来咧为这个天使来报这个玛利亚好消息的时阵吼，拢穿甲足整齐，玛利亚拢穿甲足水的啦，那像安尼足整齐，衫拢穿好啊，伫遐等人敲电话来约要拜访的时间安尼。天使应该是伫玛利亚的日常内底。来进入伊的生活，绝对无先敲电话，无先讲的，无先预约啦。所以当玛利亚看到天使，伊的表情应该是非常惊吓才对的。你要做啥物？我感觉哦，咱来想看卖啊，今仔日的经文吼，这个经文大家拢熟悉的吼，这个情节大家嘛熟悉的。不过我要带大家安尼一步一步，更较详细。进入这个受难的内底，我感觉一个打订婚也未结婚的这个查囡仔，突然有一个人出现，甲你讲，你要怀孕生囝，你的反应是啥？应该是真惊吓，对无？所以呢，这个玛利亚甲这个天使讲啥？我也未出嫁，这款代志大会发生的。就算玛利亚互这个天使来说服，伊顺服，伊愿意怀孕来生囝。不过你若知哦，这个伊要怀孕生囝这个代志，甲伊订婚的约瑟并唔知影呢。伊要安怎开嘴甲约瑟讲这项代志啊？伊安怎甲约瑟讲相信互我怀孕，约瑟敢会相信？但是你是一个订过婚的查甫人，然后你的未婚妻走来甲你的头前突然甲你讲，圣神长甲我讲我怀孕所以我就有心啦。你安怎讲？感谢主哦，我真是一个得到大恩的人哦，我的家庭真的是互上帝眷顾。你的反应会安尼吗？圣经讲约瑟是一个啥义人啦。所以伊要暗自甲这个甲这个玛利亚休掉、休妻啦。伊是一个义人啊，我想哦，但是伫即阵哦，应该毋是暗暗的把他休掉了应该是暗暗的把他杀掉才对。一个查甫人要到用接受家己未婚妻有心的，伫今仔日非常开放的社会。这个未婚生囝、未婚生子，本来都毋是一个足光彩的代志，何况是搁较早前2000多年前迄个犹太的社会咧。所以当天使甲玛利亚讲，你是一个得到大恩的人啊！我想玛利亚讲这个大恩哦，我甘愿无爱你，互别人好啊，是毋是安尼？这个大恩。所带互这个玛利亚心中，迄个惊吓、迄个见笑，应该大过迄个欢喜啦。然后呢，咱看到最后玛利亚有顺服无？有顺服。不过我讲，对玛利亚答应天使这项代志，当伊顺服的时阵，迄
迄支剑都已经伫伊的心内底，要甲伊的心插透。所以咱看到顺服必须来付出第一个上大的代价，就是啥？就是你爱行兄，你爱亲像玛利亚共款，会受到见效。所以迄个见效的即个钱来插满玛利亚的心时阵，耶稣出世有迄个伤痕有搁较好无？无啦，我想是搁较深啦。啥呐？我为着上帝所做的这一切，耶稣敢毋是至关的囝嘛？然后主耶稣出世伫倒位？马槽呢？上帝至关的囝，敢毋是爱出世一个 VIP 的产房吗？一个5星级的即个月子中心吗？啊，才出世甲精生啊啦，做伙咧。所以咱看到玛利亚的心啊啦，被钱来插透。过来，玛利亚爱有一个疏离的岛。耶稣12岁的时阵，当伊的父母带伊上耶路撒冷要来守这个跋过节。然后呢，这期过的时阵，因的父母都安那，都回去啊。要回去家乡，行一天的路了后耶稣倒无对起来。我的囝仔碰见啦。然后呢，伊的心应该是安那，真着急，真伤心，所以因就回去。地毯式的往回搜索，找3天了后，才伫耶路撒冷找到伊。耶稣咧创啥？在伫圣殿内底，在伫即个老师先生的即个中间，也伫问，也咧听。玛利亚家兄看到耶稣讲：即个囝，你写书安尼来款待阮的，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地找你啦！恁老爸甲我伫伤心地找你，无想到耶稣安怎讲？我讲哦，这路加福音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你看伊安怎讲吼？写书找我，兼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嘛？这是主耶稣伫路加福音所讲的第一句话，充满着啥？悖逆啦，悖逆啦！你讲阮老爸约瑟？毋是，我应该用以我老爸的厝，安那？伫我老爸的厝。伊否认伊家己的老爸约瑟呢？伊安那讲我靠另外一个老爸。耶稣的父母来找伊，找到伊竟然无兴奋的即个情绪，咱看到玛利亚应该当场怎讲伊？你个囡仔若安尼，你安那？歹落了，所以呢，伊眼前即个伊安那怀孕10个月的囡仔，本来甲伊应该是上亲的，个玛利亚呐，即个用你老爸去形容约瑟，伊讲啦，耶稣较好定，耶稣强调讲，伊真正的老爸是天顶的老爸，即是耶稣讲话，那甲玛利亚足远的啦，伊个心甲玛利亚足远。检在伫即个时阵，玛利亚会想着讲：哇，10年前西面所甲我讲的迄句话，我家己的心安那，嘛要互钱来插头。当耶稣咧传道的时阵，足无用的，无用甲连即个饭嘛食袂，若无法度食。互我想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真成功的即个开业的即个医生，安那伤无用，连甲即个因某讲话的时间拢无，所以。因某足无奈啦，所以咧，伊要去甲因翁安那讲话，只好安那去挂号，挂因翁的号，所以才会用甲因翁讲话。利用看诊的时间，才会用甲因翁咧好好讲话见面。检查有人感觉真好笑，毋过呢，我看主耶稣工作起来就是安尼。有人讲伊安那癫狂啊，起笑吼，所以伊的老母甲伊的兄弟都去关心伊，来去甲探访。耶稣讲啥？咱路加福音这个足含蓄的嘿。伊讲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去看伊，因为人足济，所以呢，伊的父母伊的老母呢，甲伊的兄弟无法度去甲伊的头前，有人就甲即个耶稣讲你的老母甲你的兄弟徛伫外口要见你，
吼，伫马可福音安怎讲？伊讲哦，什么人是我的老母啦？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啦？吼，路加无安尼讲吼，路加较含蓄，伊讲听了上帝的话的人，去遵行的人，这个就是我的老母，这个人就是我的兄弟。所以你也听到这个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的时阵，我想玛利亚的心那足伤心的。若是你是老母，你听了你会伤心无？你的囝啊那为着某一个方面来否认你甲伊的关系，迄个关系是哪来哪疏远啊？毋过咱做妈妈、做爸爸的拢爱知。咱每一个人拢爱经过这个阶段，咱的囝儿会一日一日甲人啦，心哪来哪远啦。伊的囝竟然甲上帝的关系甲因老母的关系看做比较重要。所以伊的囡仔当有一天，当你的囡仔甲你讲妈妈，我想要感动要读神学院，我大学毕业。了后呢，我就要进入这个神学院啊！我要去台积电啊！你安怎想？你安怎想？有当时啊吼，咱会讲较客气的，就讲感谢主哦，上帝你好好祈祷吼，上帝来好调理你落去吼。我知影吼，足侪父母是不爱互囝儿做传教者。哦，我一个同学就是安尼，真好的学历。搁去美国摕到硕士、博士，转来要读神学院。因老母讲：“你甲我读看卖安尼，我甲你断绝迄个关系，我一生钱都拢无爱互你。”所以有当时咱定定是安尼，咱期待咱的囡仔会安那去教会好好做礼拜吼，去团契好好服侍吼，你都莫甲我做牧师吼。咱的囡仔伊的心愿甲咱的心无共的时阵，咱的期待无共的时阵，安那？咱会强迫咱的囡仔照着咱的心意来做啦。咱定定是安尼，咱若是做父母的有安尼的时阵哦，咱的心会甲咱的这个囝儿哪来哪远啦。咱要去尊重，咱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所创造真特别的。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上总有一个真特殊的使命啊。咱来帮助囡仔来发现迄个使命是啥物？帮助伊伫上帝的旨意内底，互伊来完成伊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咱毋通一遍都来否认即个咱的囡仔的即个目标。咱做父母的定定是安尼，咱的囡仔对伊有诚侪的期待，总是期待甲咱无共的时阵，咱就安那心要互钱插头啊！哦，咱爱学习吼，爱接受吼。过来，心会随的这个道啦。当玛利亚亲目睭看到耶稣用这个罪人的身份，用滴一个刺皮的这个帽啊，鞭拍，然后呢，一路一路跟着这个十字架行各个他的时阵啊，我相信你个鞭一个一个拍伫耶稣的身上的时阵。也拍伫玛利亚的身上，我相信玛利亚恨不得用替这个耶稣来受苦啊！伫十字架下面，耶稣的老母看到家己的囡仔无罪去用挂伫面顶，血一滴一滴流落来，渐渐来死亡的时阵，迄个疼你的这个疼，我相信。无比这个吊伫这个十字架面顶，钉伫十字架面顶的耶稣更较好。我特别看到这个受难周吼，这个耶稣受定的这个经文哦，我就想到伫4年前，有一个打对警察学校毕业咧实习，分伫这个。国道高速公路的一个警员，你实习尔，实习无偌久，因为伊就甲车驶去这个因一堆的人就驶去这个高速公路面顶，伊的学长真好心，你打实习尔，头前有代志，
你莫来，你伫遮看就好啊。伊个小人讲，我去处理，吼，你坐伫车顶等。等伊出去，因学长出去的时阵，无几秒钟，后壁有一台车因为疲劳驾驶，连档啊都无刹车，直接甲弄去。弄去了后，哇！这个少年呢，都安那送去病院急救。送去的时阵哦，都情形无介好啦。哦，啊，这个囡仔哦，的爸爸哦，是拄啊是牧师娘哦，进前伊带信主的。哦，啊，这个家庭啊，我拢甲伊足熟。哦，啊，所以看到这个情形，这个妈妈伊就打电话给我，我去甲看的时阵，足毋甘的。一个21岁的囡仔，甲顶届完全无共款。我去遐祈祷，替伊祈祷，甲妈妈讲，咱恳求上帝来医治伊。伊遐少年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祈祷了转来，2天了后，这个妈妈打电话给我，讲主任牧师，医生讲毋是介好呢，这指数慢慢一直降落来，已经要被宣判脑死啊！所以这个病院呢，安那甲阮讲，看有要弃捐无吼，甲器官捐出去。啊，这妈妈就讲，我若莫签这个弃捐的同意书，咱一切来祈祷上帝，互伊用安那有新业来发生，来医治这个囡仔。啊，是我要明明知影，医生讲科学、医学拢宣布这个人安那已经死啊，我来签这个啥？这个器官捐赠书，互伊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器官，佮对济人有帮助。尤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互耶稣基督的疼，互佮较济人看到，伊都伫遐征战。我相信，伊甲尹先生要签迄个器官同意书的时阵，一心足白白的。伊甲我讲。伊讲哦，我若莫签，是毋是阁有机会活来？我若莫签，伊是毋是阁会活较久咧？我签了就等于是宣判伊的死刑，提早伊结束伊的生命。然后我就去到这个病院内底，都是要器官的、要器捐的进程。我去到病院，病院真好的安排，交互病房，伊就讲啊，会客的时间了后吼，牧师我甲时间拢交互你。互你用去病房，甲做礼拜。入去的时阵，看到这个囡仔倒伫遐。当我watch过的时阵，甲伊的爸爸妈妈、甲伊的遮的同事watch过的时阵，我讲冠军，过无偌久，上帝要带你去天顶。伊听到这句话，目屎一直流，一直搞。当因老母。甲讲我的囝，你着好好对主耶稣去。伊目睭伊目屎个一直来。这是一个老母非常毋甘，甲这个囝儿安那来分离的一个心。然后做完礼拜的时阵，阮就安那，这个因的同仁哦，摆2日，要甲伊翻送啥？对，交互病房。要甲送去甲伫即个手术房，要创啥？摘器官。当阮入去甲手术房的时阵，当最后我做祈祷做了的时阵，伊的妈妈挡袂牢，规个人趴伫即个病床的内底，趴伫这病床的面顶。我的囝，我阁望我的囝上尾啊！所以这都是一个妈妈的心。所以，伫遮我看到的是啥？看到的是，咱检查上帝来为咱讲啊，你好啊，顺服，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咱真愿意去顺服。不过，参像这个妈妈同款，你爱将你的囡仔的这个器官捐出去，愿意顺服无？所以真正的顺服，是当你拄到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随望家己爱流目屎，
虽然家己的心被插头的时阵，咱敢愿意顺服。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爱想的。这个妈妈，我相信伊一世人拢带着真大的遗憾。我相信玛利亚嘛是同款，伊一世人要带着一个囝儿伫伊的面头前，啊那慢慢来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个事实，这个痛痛。有一幅图，我感觉这幅图建议大家吼若伫个大灾节期的时阵吼，应用这幅图来思想上帝的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受难顶十字架到底对咱有啥物意义啦？这幅图是法国的一个真有名的这个画家詹姆斯·迪索伊所画的十字架面顶的眼光，十字架上的眼光。伊的主题是十字架，不过呢，这幅图非常特殊，伊无看到十字架的影啦。这幅图是啥？这幅图是上主耶稣基督伫这个十字架面顶，用伊伫这个面顶的高度来看下骹的时阵，咱看到的是啥？伫这个下面的人有这个罗马的兵丁有这个真济的来看闹热的人。嘛有真济即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伫遮嘛有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甲伊的阿姨，甲即个哥留巴的某玛利亚，阁有莫达列的玛利亚，阁伊上听迄个学生，拢伫下面啦，拢伫下面。当耶稣伫伊十字架顶看下骹的时阵，咱伫倒位咧？咱是毋是参像即个罗马兵丁共款？这都是我的工作啊，公事公办啊，来做主日礼拜、祈祷、十一奉献，迄都是公事公办，迄都是我的工作啊。咱拢来看耶稣基督顶十字架这项代志，也是咱是安那看闹热的，也是咱参像犹太领袖共款。咱对耶稣的看法关系到。耶稣安怎看咱？耶稣安怎看咱？所以，伫耶稣伫安尼居高临下看落的时阵，咱每一个人伫受难周的时阵，咱拢爱思考：到底我伫倒位？到底我伫倒位？我已经做基督徒足久的啊！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时阵，伊安怎来看我？咱若对这个幅图无感觉，对耶稣顶死伫十字架顶无感觉的时阵，耶稣基督的受难，伊的果啊，对咱的性命就一寡关系都无。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拢爱找到，伫这幅图咱到底伫倒位？然后伫路加福音这个第2章的34节，伊讲这个囡仔受洗的，要互以色列人中侪侪人跋倒，侪侪人起来，也受辩驳的记号啦。就是诽谤的记号啦。耶稣基督是救恩的记号，不过真做侪侪人诽谤的一个记号啊。所以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伊迄个钉死十字架顶迄个救恩的记号，嘛要真做咱心破的记号。咱安怎来对待主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这项代志，关系到上第下摆的审判，咱咧拒绝这个救恩的时阵，这个救恩就甲咱无关系。所以咱必须接受这个救恩，伫十字架的下面咱到底参像这个莫达列的玛利亚共款，伫遐来悔改，伫遐来伤心，是咱要参像这个看老热的共款咧。弟兄姊妹，咱伫受难周的时阵，咱特别爱起来思考这项代志。最后经文讲啥？经文讲对迄当阵开始，迄个门徒就接玛利亚到家己的厝内底啊。我相信玛利亚看到伊家己的囝儿主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伊的一生是带着极大的悲伤啊！伊的一生带着
真大的迄个伤痕啊！我这个朋友，迄个妈妈，因囝儿死无偌久了后，阮去甲探访，规个头毛拢已经白去啊，拢完全拢白去啊，极大的悲伤啊！然后伊甲我讲做样，我逐遍伫遐看到某一个少年人，我就想要甲活过，看伊的心是毋是阮囝的，听看卖啊是阮囝的心。所以咱定定看到，带着顺服的心来完成上帝的使命的人，伊检查伊的一生，带着真大的痛痛。毋过最后，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伊特别交代伊所听的迄个学生。伊讲啥？看你的老母，迄个门徒就甲玛利亚接去家己的厝里。其实耶稣嘛有家己的弟弟妹妹啊，谁来伊无甲伊的老母交托互因来照顾，圣经无记载。毋过我相信一项代志。就是主耶稣甲玛利亚看做极大的宝贵，甚至伫即个最后的时刻，伊要死的时阵，伫地上的时阵，甲伊交托互伊上信任的即个学生，伊上听的迄个学生，伊相信玛利亚伫伊的内底会得到完全的照顾。所以每一个带着顺服来服侍上帝。来行往即个十字架道路的即个每一个兄弟姊妹，难免行。主耶稣会甲咱放伫一个伊心内上重要的地位，伊会甲咱放伫即个咱需要的所在啊。伊无袂记伊的老母，伊无袂记你即个一生为着顺服上帝的旨意，心被插头的一个。老母，咱三甲来祈祷，特别来到你的面前，阮向你来献上感谢。伫即个大灾节期的时阵，恳求主圣神光照阮内心的软弱，主阮过去，主阮毋知影伫十字架下面，主阮的心到底是怎样？主今仔日。阮搁再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向你来悔改，恳求你来赦免阮过去对你迄个无烧无热的心。主，阮恳求你，搁再一遍，当阮决意要来跟对你的时阵，主，互阮用来背起阮的十字架，坚定来跟对你的脚步。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路程，因为你看玛利亚的牺牲。极其宝贵。主，阮也知，阮用阮的顺服来服侍你的时阵，阮的一生要得到你更较大的报酬。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正要用圣诗94首伫主十架印门下来回应咱所领受的信息。圣诗94首伫主十架印门下。请起立。
侪奉献，咱要请年政也执事甲担保赛执事来施献。起立，吟圣诗382首第5节。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请留落来交易请安。第二，4到6月刑事历已经伫顶礼拜伫周报内底。若有事奉的兄弟，请特别注意家己服侍的日子甲项目。若有需要调整，请私下家己交完以后通知办公室。第三，圣礼典后礼拜是中秋主日，咱要举行圣礼典。若有买洗礼，也是更新礼，也是幼小的兄弟，请伫招待岛摕申请单来报名参加。第四，后礼拜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4月份的小会伫6楼会议室，请小会员准备心参加。第五，新安讲4到6月的灵修手册已经到咱教会，有需要的兄弟欢迎去招待岛家己摕。第六，国外节，咱今年国外节是伫4月17，圣歌队要唱规本的《加略山的听》。迄日的第1场礼拜要暂停。7，大神的校园会，请踊跃支持。有参加的兄弟会使开始交钱。团契消息：雅音甲妇女团契的聚会时间对4月份要搁改转来9点半妇女团契，11点是雅音合唱团。北中妇女事工部伫4月底要伫阳明山举办爱修会。报名到4月8号，即礼拜5，请会长报名。另外，北中商联部也要伫4月22，伫放假教会举行国外节感恩礼拜，嘛是伫4月7，即礼拜5要截止，请紧丽丽姐还是美姐姐报名。其他牧师毋知有要。咱即马来唱上言圣诗389首，歌乐上帝至高至尊。
吟诗了，请起立。吟诗了，请牧师祝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这密祷。